你看呢，很勇敢的母亲呢，救了确诊的小孩，知道喉咙会很痛，吃东西有困难的，所以有事先帮他买了豆花跟布丁软软的，很容易吃进去的。然后还有买退烧药，烧到39度要塞屁股的那种退烧塞剂。你看那个发烧有4个高峰期耶，你看早中晚呢，还有凌晨呢，你看还有要喝什么呢？补充水分呢？电解水哦，舒跑搭配白开水，舒跑加白开水，还有电解水啊。然后还要做呼吸训练，还有按摩拍打胸部。烧了3天了哦，好可怕，多么辛苦的过程啊！你看，他是打1922打了多久啊？都没有人接，打了1天1夜1922啊，都不会通了，所以要靠自救，要有心理准备了。吃的、喝的，还有退烧用的药，还有按摩，帮助呼吸，帮助肺部功能。你看，战胜 COVID-19 成功了，你看很有爱心的母亲要救人啊！要救小孩啊！你看啊，送去医院，医院不收呢，拒绝收呢。半夜哦，开车去，要开多远啊？到了医院还没有办法进去呢。你看多辛苦啊！然后要再找第2家医院，叫基督教医院。做母亲啊，有子则强啊，为女则弱，有子则强。很勇敢，很坚强，救了自己的小孩。跟高烧打仗啊，3天呢。后来成功了。